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4月2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3篇，以西结书34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好牧者。圣经经常提到上帝跟人的关系就如同夫妻、情人、葡萄、羊群，特别如同今天的经文提到了羊群与牧羊人。以西结书34章提到了好牧人与迷失的以色列人，正如同以西结书的背景，以色列人因为背离上帝而被掳至巴比伦帝国。提到好牧人，就是说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不离不弃。以西结书34章第1节到16节，上主对我说话，他说：必朽的人啊，你要斥责以色列的统治者，向他们说预言。你要告诉他们，我至高的上主对他们这样说：以色列的牧人啊，你们要照样了，你们只顾自己，却不牧养羊群。你们喝羊奶，穿羊毛衣服，宰最肥美的羊，吃羊肉，但从来不牧养羊群。虚弱的你们不调养，生病的你们不医治，受伤的你们不包扎，迷路的你们不领回，失踪的你们不去寻找，你们反用暴力虐待他们。因为没有牧人，羊群就分散，野兽来撕碎他们，吞吃他们，以致我的羊群流落在山谷峻岭中，分散全地，没有人照顾，也没有人寻找。所以牧人啊，你们要听我至高上主对你们说的话。我指着自己永恒的生命发誓，你们要好好的听。我的羊群因为没有牧人而被野兽追杀吞噬了。我的牧人不去寻找，他们只顾自己，不顾羊群。所以牧人啊，听我说吧。我至高的上主要和你们作对，我要收回我的羊群，不准你们再做他们的牧人，也不让你们自己只顾自己。我要从你们的嘴里抢救我的羊，不准你们吃他的肉。我至高的上主告诉你们，我要亲自找回我的羊群。牧人怎么样找回失散的羊，我也要照样找回我的羊。他们在暗无天日、多灾多难的时候被驱散到各地，我要从那些地方把他们抢救回来。我要领他们离开外国，把他们集合起来，带回故土。我要领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山间和溪畔，把青绿的草场牧养他们。我要在以色列的山间的草原上面放牧他们，让他们在山谷间和翠绿的草场上安心吃草。我要亲自做我羊群的牧人，为他们寻找可安歇的地方。我至高的上者这样宣布了：失踪的我要找回，迷路的我要领回，受伤的我要包扎，生病的我要医治。但是那些肥壮的我要毁灭，因为我按照公道牧养羊群。耶稣基督在面对法利赛派和经学士教师的质疑跟挑战，只因为他向税吏和所谓的罪人们来讲道。耶稣基督他举了3个比喻，他第一个就讲到我们通常称之为迷失的羊。一个好牧人会在意那一只迷失的羊，而那一些99只应该稳定的羊，就必须稳定的好让牧羊者去寻找，帮助迷失的羊。路加福音15章第1节到第7节耶稣基督的比喻这样谈到。圣经记载，有一次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，
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就埋怨说，这个人竟然接纳坏人，并且与他们一起吃饭。因此耶稣给他们讲一个比喻，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，其中一只迷失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留下来，在草场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，直到找着为止。一旦找到了，他就高兴地把羊儿搁在肩膀上，带回家去，然后邀请朋友邻居，对他们说，来跟我一起庆祝吧，我那一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到了。同样，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国的喜乐，要比99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更大的喜乐。诗篇23篇，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一无缺乏。他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安静的溪水边。他使我的灵苏醒，照顾应许导我走正路。纵使走过阴森山谷，我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你用杖领我，用棍护我，在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。你待我如上宾，斟满我的杯。你的恩惠慈爱终身不离我，我要永远在你的殿宇当中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成为草场的羊群，受到好牧者的看顾、管理以及教导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